官方就宣布咗 Pokemon Pocket 就會有新嘅卡包，叫做雙天之守護者，兩包嚟嘅，分日月神。我冇諗過佢今次會出日月神，即係阿羅拉地區。佢前面係跳過咗兩個世代，黑白龍合眾同埋 XYZ 神卡洛斯地區，佢都直接跳過咗，一嚟就直接阿羅拉。另外佢之前出神奧嗰3包嘅時候，其實已經跳過咗豐原地區嗰3隻古拉多、蓋歐卡同埋嗰個裂空座啦。咁去到新卡就會有3張新嘅阿羅拉御三家，咁佢有2種卡圖。另外主角之一就係呢一隻索爾加雷歐，佢嘅特性就係日星之龍，就係如果佢喺備戰區就可以直接同打緊嗰隻戰鬥 Pokemon 交換，就唔使能量。另外佢就係2個能量打120傷，跟住自己扣10滴血。另外就係有呢個阿羅拉貓貓同埋花舞鳥。然後呢一張阿羅拉嘅雷超就係3個能量60傷害，對手每一個能量計30傷，一直跌落去。其實佢攞嚟黑時拉比應該就 OK 嘅，再搭張比加超 EX。另外嚟到月神就特性就係呢個可以將一隻備戰嘅能量掉晒俾戰鬥嗰隻，轉移晒過去，跟住3個能量就100傷害。另外就仲有另一個地區嘅花舞鳥同埋阿羅拉綠尾，然後仲有一張 AR 嘅阿羅拉格拉，同埋有駱駝姆圖鑑，仲有神奇糖果，仲有呢一張伊利馬，仲有水蓮同卡奇，然後仲有阿塞羅拉、馬奧同埋馬內。如果以前有玩日月呢啲角色應該好熟，全部都係動畫登場嘅角色。但係跟住落嚟呢一張先係重點，呢一張係全圖實景嘅莉莉艾。當初莉莉艾全圖係炒到好似幾千蚊，跟住佢仲有後尾有嗰啲比賽卡嗰啲獎品嗰啲版本係好似再貴啲。咁呢個就係我哋新嘅卡包雙天之守護者嘅一啲入邊一啲卡嘅簡單介紹。咁如果鍾意可以 like、share 同埋訂閱。